每一秒鐘都會有兩個人離開呢個世界，死亡係從來唔會揀人嘅。無論貧富、膚色，我哋最終都會面對呢一件事。你有冇想象過自己嘅喪禮？究竟會邊個真心會嚟？生命非常之短暫，120年之後，而家所有嘅人都唔會再存在。第一，每一個行為都會產生影響。第二，所有嘢都係無常嘅。第三，執着會帶嚟痛苦。第四，我哋係人都會死嘅。咁點解我哋仲要互相傷害呢？我哋都係呢個地球上同一隊嘅隊友。冇再浪費時間喺啲負面嘅嘢度，活在當下，珍惜生命，呢個就係人生嘅真諦。生命嘅意義冇人知，但係每一秒嘅感受係真實嘅。我哋要珍惜每一個當下，笑得更加深，愛得更加真。擁抱你嘅生命，咁樣先至會體會到生命嘅樂趣。